2026国立台南嘉义高中第34届舞蹈实习创作的舞展，5月1号将要伫个校内的礼堂来演出。这届由着34、35甲36届的舞蹈班学生共同来演出。演出的过程，对编舞的排练、到服装道具，甚至宣传行销、舞台的灯光等，拢是由学生一手来包办。2月9号下午举行校内的总排练，展现学生3年来的成果。今年我们就是总共有12首作品，那这12首作品分别有中国舞，然后武功，然后有芭蕾，有各种的舞风。那期待就是以学校的以我们的立场，很期待孩子能够透过这样子专业的熏陶下，能够突破学校或者是教育给他们的框架，然后可以让他们从自己的生命啊，从自己的经验里面去体会不一样的感觉。期待他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学习，然后在未来能够理解说，成为一名职业舞者，甚至是进入大学端，他们可以理解舞台其实不是只有当舞者这件事这么容易，而是他要全面的了解之后，才会理解一个演出绝对是需要每一个角色都共同合作、团队合作，才可以达到可能像今天这样子的演出。那这一届34届，然后以及35届的孩子们在今年我觉得是时间紧凑，然后可以在这样短时间内创造出12首，真的是都是不同风格的作品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。我觉得让老师会觉得很期待未来的孩子有更多的可能性。这届舞展号名舞教小教，主要以着台语的谐音，传递这群学生对着舞蹈的喜意，展现有够爱跳舞、有够爱表演的艺术，希望带予大家更加侪欢乐，同时嘛，予学弟妹来传承家己学习的机会。这届是以比较幽默且有趣的方式来呈现，很多舞码都是非常欢乐的。因为这次会这么欢乐，是因为两班的34届跟35届的学生们的特质都是属于比较幽默的，也是很快乐、很欢乐的特质，所以想用以胡搞秀搞的方式来带给大家更多的欢乐。去年的我的角色是担任灯音控的部分，就是小黑人。然后今年呢，就转换了一个角色，变成了编舞者还有舞者。然后在当编舞者跟舞者的过程中，有经历到不一样的挑战，就类似于编舞者就需要自己去想动作啊，然后创作，还有灯光设计等等的。然后作为舞者，就是要听从同学们的建议啊，然后同学们的编创，然后之后跟着同学们的脚步，然后完成这个作品。对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就是让我学习到了很多，就是以前没有的经验。这届舞展总共有12首的原创作品，有现代嘛有民俗的舞蹈、芭蕾等不同的舞蹈风格，内容精彩丰富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5月1号暗时7点到场来参加，同齐感受这场舞教小教的魅力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